台湾话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两句我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理，真侪老辈拢知，古早台湾人用四句联来表示心肝内意爱，小报歌。真侪少年兄、少年姐啊，看解文说理，原来看甲会知。国情也毋是咧讨人情，因为这个小报歌四句联太艺术了。今日阁找几趴，甲你互相探讨甲参考。头一趴，咱来讲。内山出有贵竹林，贵竹长长好披衫。阿娘生水君唔敢，本机唔敢停回拿。吼，头前两句国情捌甲你探讨过，讲这叫做见景伤情，敢若单纯咧描写景。看到贵竹林，讲倒句就讲贵竹长长，听我厝落来披衫。毋过后壁这两句才是要紧，见景伤情咧讲心情。阿娘生水。我唔敢甲你表白，唔敢讲我的心意。我袂输敢若本机，你袂输敢若花拿。前差伫咧对第二拍的四句联继续甲听，讲本机生成底土本，花拿生成底花盆。君生歹惜本分，得败唔敢我大船。莫怪哦，莫怪讲本机唔敢停花拿哦，煞唔知影本机就是咧底土本的，即个用途。讲起来真草菅啦！若花拿人咧底花盆的呢，所以头拄前一拍咧讲阿娘生水，即摆咧讲阿君生歹。我知影家己的亲同四娘我有治，得败唔敢我大船，得败细细只比拼大船，当然我挺你袂起咯。原因我较早受过爱情的伤害，所以我要表示又搁唔敢。第三拍四句联就咧讲这个过程呢，讲草笑困破十锁领，叫君晓娘是唔正。君唔是晓乡囝，较早互人晓甲惊。我甲你两个感情好，就算讲有迄个缘分，讲草笑甲困破十锁领。安尼唔正吞打呢？意思讲时间过真长，已经过真久啊啦，莫又白想啦。我绝对也袂对你反晓啦，因为阿君都唔是晓乡囝，总是我唔敢甲你表露心声，因为较早已经互人晓甲惊，已经有遭遇过爱情的挫折，所以到底你要若是我呢，伸手要甲你牵，你到底有意向无？四句联咧表露心声，讲起来。实在真奇卡。